了咧当地的客诉大桥桥骹一直拢有人乌白伫拼废弃物，官府即马是发现讲，这烂土内底阁有其他湿水，经过检验认定是重金属镉，而且超过标准，超过8倍。伫个规堆的垃圾土内底有红色甲柑仔色的土角，去互民众检举，标着当地客属大桥下底即块无咧用的空地啊，10多年来风弹真侪无共款的废弃物。官府今年6月派人来清理的时阵，发现下底有彩色的土角。送环保局检验了后，结果第2日已经出来，内底验到重金属镉，一粒内底有8.34毫克，超过公告的标准达8倍。我向环保局报案，用报案的方式，还有列管编号码，然后要求来采样废土。然后昨天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有那个废土里面验出是有害事业废弃物镉超标。我觉得这样子倒废土很夸张，尤其是有毒的。那然后经过雨水冲刷，其实就会跑到下水道，然后跑到水沟里，那就会很担心农作物被污染。民众是感觉真旱，阁烦恼长期雨水渗透，加影响附近的田。事实上，这块空地的边啊，顶个月2日才风弹大量建筑的废弃物。官府讲，这块土地是官府的，早前向国有财产署申请使用，不过煞空地咧用一直到今。目前土地管理单位是公务处。这废弃物风弹伫遮的时间已经年久月深，要调查是真恶。所来会等总条件毁了后，再来做清理。它这个年代太久远了，根本找不到行为人了，所以这个我们县府会请土地管理单位来清除了。其实这个污泥不多啦，我们当初抽是抽那个蓝色的土了，就跟一般的土混在一起，我们就那整堆我们就打包起来盖起来，经费下来没有办法处理掉这样的。在寻求经费之后，然后再跟环保局讨论一下，看怎么清啊。原则上，我们因为那块土地我们没有在使用，我们就会交还。目前已经清理的废弃物，拢用地啊甲落起来，暂时放伫即块空地啊附近。环保局讲，垃圾土的量并无多，初步评估并无垃圾水倒开的问题。现公务处强调讲，因当地种经费要来全面清除，等整地完成了后，会向国有财产署来管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